哩，你的病拢传入啊是？我的病，李神哪有破病？父王，李神也无安怎样啊？凤梨呀，你昨伫碧云宫倒转来，人都无爽快。好伫你即马病已经痊愈啊，我是甲父王专工来看你的啊。我无爽快。无啊。有啦，哪会无？你看，你烧甲遐尼厉害，连昨个代志都袂记的啊。我发烧，有即款代志啊？陈公公，我有发烧是？这有无啦？是啦，殿下，毋知你昨烧到足厉害，你煞拢袂记哩。我有发烧哦。是啊。皇上，你看，凤梨啊，你烧甲遐尼啊严重，连昨个代志都袂记的哦。凤梨，在。以后若是无人带你，你就毋通乌白去，尤其是碧云宫。是父王。对啦，父王。是安怎？你母又哪会加一个人住伫咧碧云宫咧？你有见过你神妃？父王，你母又真可怜，伊到底是犯着啥物罪咧？哎呀，殿下，你还阁少岁啊，也是好好读书要紧。是。丹林，奴婢知，好好伺候殿下。奴婢遵旨。皇上，咱若是赶紧回宫，互凤梨好好休困。过怀，起驾。皇上起驾。奇怪，我有发烧。哎呀，陈公公啊，我敢真是有发烧，是安怎？我连一点仔都拢想袂起来。你若是想袂起来，你就莫会想伊啊。娘娘，过怀，奴婢知。已经初见啊，三更若到，即刻行动，袂用的有半点差错哦。奴婢知影。李信辉，袂当互你活命在世间。皇上降旨，阴暗三更要火烧碧云宫。娘娘，你要赶紧逃走啊！火烧碧云宫是皇上降旨，是老娘娘奏旨，讲碧云宫有妖气，必须要消除妖气。皇上才会降旨要火烧碧云宫。所在是娘娘，你赶紧准备逃走，紧啊！我无想要逃走，这10年来苦挨一段凄凉的岁月，不如一死了却。娘娘，
数摆想要心断你，只是我都通袂记你10年前的迄件代志。我毋相信，我所生的正是妖怪。这10年来，在碧云宫高车偷食，盼望着真相大白的迄一天会来临。想不到，终于变成泡影。溜，不亏这是运命，苍天竟然会予我这款的下场。溜，你袂用个死的。死，对别人来讲，无定就是一件真可怕的代志。也搁对我来讲，生是不如死。溜，你袂用个死，你绝对袂用个死的。我即马真想要死，只是，予我死去不明不白，我死也袂瞑目。溜，你毋通搁再哭，恁紧提起。溜，恁紧提起啦！最后这几个时辰，予我家己一个人踮遮安安静静想一溜，求你让小强到结束后，你几个时辰好？但你一片的忠心，也毋过这几个时辰对我来讲是真宝贵。你也是予我家己一个人踮遮安安静静想一个往事。溜，紧去。你也应该倒转去伺候老娘。溜，你绝对袂用个死，你是冤枉的。冤枉？叫做，你哪知影我是冤枉的？叫做，你讲啊，你是冤枉的。那安尼，10年前。我生的毋是妖怪吼，是人，也是查甫的，也是查某的。求主，你讲啊，你紧讲啊，是啥物？是电话，是电话。原
原来是因谋害我，原来呢，太子嘞！老牛牛已命令小强兵，将太子赶落金水池。你害死我的囝，求主，你害死我的囝，我的囝嘞！娘娘，若无我的囝伫什么所在？娘娘。小强兵，别事无注意，他有胆公公，伊才将他客死。是迄个陈林生。单林奉旨要往南昌京，秘鲁甲伊暗相用，为救皇叔叔关中，他已自藏在迄个义暗中。太子，即摆是伫什么所在？这3年行伊用在南京，是定牛牛养成，皇上立伊为太子，当今殿下就是牛牛你的亲情。当今殿下是我的囝，当今太子就是我的囝。迄个文言的忧啊望风起，我含冤无边一十年，我赶强中啊来去便利。娘娘，你尾仔来去？行李恐怕是已经去。弟，敢已经办啊是？袂办。也你嘛换主，事是真，也有你叫子啊做证明。万岁对皇兄是心痛心，恐怕秘鲁是咱子的正义。原来安尼嘛，还佫有单林陈公公啊！陈公公也是奴婢，乡亲无法度通做一款天大的证人啊！有啥物人会当做证人？对，南清宫8千岁。迄个皇后心事，皇上天，事隔3年未知中，只凭巧子是强无用，娘娘你着相信。连南清宫8千岁也无法度通我做证。娘娘，事关重大，皇上未必会听信8千岁一面之词，而且事隔3年，恐惊皇上袂相信这件代志，也无确实的凭据。搁再讲，殿下还搁安尼少话，万一若搁去谋害是要安怎？娘娘，你都爱三思啊！我都爱真心的含冤枉辩的天啊！我的命哪会这么啊苦？
伊是靠近你。娘娘，伊是我的家妹。易总管，这么啊暗啊，你带你的小妹来遮有啥物代志？奴婢是带家妹来顶替娘娘。顶替娘娘，你袂个死的，你袂个一直有心里不明不白。易总管，令妹是无辜的，伊要哪用来顶替我？你还是赶紧走。娘娘，奴婢身受风韵，美能渡步。今日娘娘有难，奴婢应该渡步均匀。娘娘，求你予奴婢尽一点仔心意。娘娘，你赶紧去倒死。娘你成全小女子，娘你。我绝对袂用安尼做。
你还是赶紧带恁小妹去走。娘娘，莫搁再讲，紧去啊！不过这是要安怎呢？伊总管已经3更啊，赶紧带娘妹去走啊！娘娘，莫搁再讲，紧走！小妹，娘娘，小女子只好一世都无君有。小妹，李小姐，小妹，李小姐，小妹。李小姐。请教您回门。请教您，叫李侍卫出来接旨。去。是。什么代志么？你是为在献牛助阵啊？李侍卫，你将伊死了。来，票文江，百万小事。